身邊有啲唔係太過年長嘅朋友呢幾年咧，都唔知點解突然間走咗。我都喺度諗緊會唔會前幾年啦，全球疫情大流行啦，大家都明㗎啦，嗰段時間好多人都打咗某啲嘢啦，會唔會係咁樣對佢哋身體有啲不知名嘅影響呢？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真係要有個認知，邊啲應該入身體，邊啲唔可以。盡量要有一個意識，知道乜嘢可以食，乜嘢唔可以食，乜嘢可以打，乜嘢唔可以打。好多人以為要獲得健康就係有病咪去睇醫生咯，又或者得閒食下一啲保健品就 OK。其實呢，如果你活到30-40歲，甚至好似我咁活到50幾歲啦，冇病冇痛，基本上血壓非常之正常，又冇乜三高糖尿痛風啊，條頸又冇乜點痛啊，成條脊椎骨嘅健康亦都十分之好啊。呢啲情況其實唔係咁多嘅，真係要刻意經營㗎。我身邊好多朋友已經要頻頻睇醫生，甚至喺10幾年前，即是話佢哋30幾歲尾已經開始要長期食藥，已經成為長期病患者，又或者已經受緊長期各種痛症所影響啦。我大部分時間除咗揾錢之外，亦都有用心研究點樣用最簡單、最直接、最有效嘅方法去養生，去令到自己嘅身體狀態比原本真實嘅年齡最少後生10至15年。當然呢度唔可以做任何銷售啦，我只可以講對的頻率非常重要。當你嘅身體各個器官，又或者細至每一個細胞，都可以以適當嘅頻率去震動，你嘅健康絕對唔會差得去邊。聽落好似有啲 V 韻，但係其實道理非常之簡單。講咁多都不如你有機會嚟體驗一下。如果離開荔枝角嘅，不妨嚟呢度拜訪下我啊！你可以當佢係一個俱樂部，得閒嘅嚟呢度坐下，拜訪下香港尖記啊！順便透過我哋嘅生物波檢測修復儀，去為自己做一個免費嘅身體檢測，睇下自己身體是否非常之 fit，還是某啲地方仍然不容許我們過分樂觀。哇！我係香港尖記，希望透過我嘅作品帶俾你健康與財富。